后来最近有真侪病院的急诊大塞车，卫福部长邱泰源26号无张持去病院视察，结果互医护人员指控，讲这病院早就收到通知，赶紧甲将近20床的急诊病人塞去大院，讲根本就是咧演互部长看。卫福部回应讲，这邱泰源确实是当天的中昼，才只是要去视察，而且要求要低调。另外，医护人员一直话话，讲第一线会欠人，根本的原因包括着薪水的问题，希望政府会当来推动着相关的津贴，让新生代愿意来加入这个行业。辛苦了，加油！加油！急诊塞车引发着基层的不满，关心第一线医护，卫福部长邱泰源无讲无答视察病院急诊的状况，严格说红也了讲，病院早就知影伊要来。大型做戏现场，5分钟喊卡，上面写3点还是满床的状态，1个小时就上了快20床，病人上去住院。只为了作秀给长官看。对这个代志，卫福部表示讲，邱泰源是当刚才讲，也要求爱低调，唔通影响到基层的人员。是讲唔那视察引发着冲击，相关电款的医护嘛嚟发下讲，第一线欠人，上根本的原因包括着薪水问题。都有护理师分享看到病院要请人，所开无到4万块薪水。会议感叹讲，护理师已经想不出比离职更加好的办法咯。包大小夜4、5万，谁要做？这个环境这么烂，你要我怎么当一个很有耐心的南丁格？第一张的健康台湾委员会，罗清调也特别点出到急诊的问题，而且点名邱泰源爱好好处理，是讲政策的推行，在短时间内恐见无法都是有效果。南部的一些医学中心院长就会定期每天都会去看他们，关心他们，然后给他们一些津贴。有一些他们只要是拥塞超过多少人，就额外给津贴。医院调整以外，政府也要投资更多的资源啦。我觉得这是比较务实一点。那其他的政策，我觉得陆陆续续展开，我们都接受。为了将这医护人员留条例，马街病院在生产部未发奖金，病人的密度愈悬，奖金就愈多。是讲这拢是治标无治本，希望政府会当为底治下手，彻底改善工课场的环境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